我以前在发射团练当指导员，我们见过。对，刚入伍的时候，新兵营你还教过我们政治课呢，还认识。是啊，这一晃都4年过去了，时间过得真是快。对。哎，夏卓，你是哪年提干的？去年。哦，你们俩一起。啊，我是前年。啊？哎，你是高中生，你是本科，现在都一样。对，都一样，都一样。我是刚来不熟。来，趁热快，来吃吧，吃吧。来，那个今天咱们连聚餐，我宣布3件事啊。第一个呢，是咱们战刃连在今年的军运会全旅第1。好，当然，要是没有李安邦这小子最后拖后腿，咱们连这分数啊还能再高。我主要是太激动了，你知道吗？激动给岔气儿了都啊！今儿情况特殊，这要是放平时，你小子给我每天负重10公里，肯定是在劫难逃，知道吧？知道啊！行了，坐下。是。这2这个呢，我来咱们战刃连当连长已经1个礼拜了，这指导员啊是迟没有到位，今天也到位了，相信大家上午也已经见过了啊！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咱们战刃连的新任指导员高松同志，大家热烈欢迎！等一下，今天呢，咱们这火锅啊，也就是借花献佛啊。老高，你可别说到咱们战刃连来，没人管你饭吃。你小子还那么抠。哎，这3一个嘛，是咱们战刃连的2位提干战士，夏卓、欧阳俊，如今学成归来，还带着中尉肩章回来的。现在这2位是咱们光荣的中国火箭军军官，虽然岗位还没定，但是这是咱们战刃连的荣耀，是咱们战刃连的骄傲。我希望咱们在场的每一位战士都能够向他们2人学习。很明显呀，这夏卓跟欧阳俊的人气是比某些人更高啊！你们吃吧，我走了。开个玩笑，开个玩笑。是的。这么着，要不咱们让这2位新中尉给大伙儿讲两句。好。那我就先说，都是老战友了，我就不多做自我介绍了。我是从这里出去的，注定还是要回来报答这支连队，同时也回来建设好这支连队。正好咱们连长和指导员也刚刚到咱们连队里，我一定配合好连里的工作，真抓实干，戒骄戒躁，让战刃连成为全270旅乃至全火箭军的模范。也请大家多多支持我的工作，谢谢大家。什么是连？在这1年外面学习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连就是自己的被窝，这种气息和感觉和味道，都是自己最适应、最舒服的。战刃连就是我的被窝。4年前，我们来到这里，4年后，这个被套拆了又洗，洗了又拆，不变的是这个心。这个心很温暖，很厚实。这个心就是我念念不忘的味道。山里的空气，车库的机油，训练场的青草，当然还有食堂的包子。连就是一种味道，家、男人、兄弟的味道。
我很想念大家。谢谢。来，咱们今天正式开餐。这两个一样。梆梆梆梆！想爸爸没有呀？想啦。想爸爸亲一下，亲一下，快快！哎呦，真棒！哎呦，这谁回来啦？我们家官人回来啦。回来了。看这架势，这是要打尖儿啊，还是要住店呢？又打尖儿又住店。哎，别动！哎，媳妇儿，1个多月没见，好像又漂亮了，一直都很美，哎，还年轻了，我看。是吗？来亲一下。这是洗手啊！忘洗了。洗手，洗手，好嘞，快点。就凭他，就凭他，嗨，这么差点忘了，你是计算机专业里的高手。这个代码很隐蔽，它在代际库网络服务器上执行系统命令。当它完全控制该服务器以后，造成的后果有拒绝服务、数据泄露，还有篡改网站。这个漏洞不需要任何前置条件，也不需要任何插件。这么说吧，334旅在咱们代际库安装了一个听命于他们的大脑，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必要时可以直接接管代际库的指挥。我知道这个事情很难让你相信，但这确实是事实。假如你说这些是真的，334这么做，对他们有什么好处？演习，赢得对抗演习。不应该。按理说，我们这么机密的数据信号，别说偷，他敢光明正大的用无线网去传输吗？这万一泄密，他长几个脑袋也担不起这个责任啊！他们不需要传输，只需要搜集。等他们完全控制该服务器以后，我们就一览无余了。还好这只是一个演习部署，如果要是实战，后果就很严重了。你等会儿，我马上去报告旅长。这是我们连长特意让我给他嫂子带回来的。不是今天全旅都吃包子，你不知道啊？我们家属楼也吃包子，然后你闺女和你儿子就开始作，一个要吃饼，一个要吃面，这把我忙活成你们家老妈子了。赶紧吃饭，快过来。媳妇儿，我纠正2点小错误啊。怎么的？我们战士连的包子，馅儿大，肉多，不一样。还有第2点，就你不是我们家老妈子呀，你是我们家1号首长啊。哎呦，儿子姑娘起立，哎，给首长敬礼。
别听你爸的，赶坐。还不成心儿？快吃快吃快吃！我发现啊，你现在这个嘴啊是越来越甜。就自打你们这老哥仨退休之后吧，你这满脑子全是含糖量。我这思想觉悟也不能停在原地不向前了，我也得与时俱进，对不对？有这话说。这样，我来时路上我就想好了，退休以后，我就带着你们娘仨，咱们就出去玩去啊，好不好，姑娘？爸爸，嗯，我们班的扣子他爸爸要带他去海南玩，看大海，人家机票都买好了。哎，不羡慕他。再过101天，爸爸就退休了。爸爸到时候带你们啊，去海南，去湖南，去云南，看森林，看大海，看大象。好不好？太好了。哎，闺女啊，太好了。你爸这个旅游啊，全在他这张嘴上。是。哎，怎么了？有任务。那你吃口饭呢？你拿个包子走啊！别动我了！哎，班长，快点，出发，出发！哎，19时22分41秒，阵地发生了一次浅源性地震。根据国家地震台网监测，震源深度22公里，震级5.5级。我们已经做好了全员战备，调集全体阵地官兵，进行一次全面的安全检查。人员全部到岗没有？到。做好全面检查。是。目前人员没受到损害，设备正在检测中。但是震管系统出了一个致命的问题。我们是震中。咱们的阵地不在地震带啊，这之前选址的时候都已经定好了。可是距北200公里左右，是地壳的侧人转换带。本营长，报告。这是极其罕见偶发性板块挤压造成的，我已经启动了应急预案，应该应付得了。应该能。怎么了？这是地震，你是地球啊，你能做得了主吗？那用不用我们的人过来帮忙啊？不用，这儿一直保密，你们来了帮不上什么忙。哎，老王，你来正好，你看。喂，赶紧的，一级检查。是。哎，王班长，到。外面电缆出问题了，你得跟我走。是。赶快，留进一把贵阳。到。例行检查，我说话，我马上回来。对，回去。单体加固，风水内系统再检查一遍。人怎么样？正在抢救。什么情况？来，他要手动关闭阀门，结果被电了。哪来的电呀？交给我。你们两个跟着他，不用。去查看其他地方是否漏电。走，那你注意安全。
随时做好接应准备。是，老高，跟我走。快，来人啊！把伤员抬到卫生队，快，动作快点儿，动作快点儿。 报告，制冷系统没有任何问题，在全封闭状态下可运转1周时间。只是制冷设备无法全功率运转。一定要给我保证战斗区域的风水电正常使用，进入超级节能状态，减少消耗。是，降低整体温度。是。点了。汇报情况。报告旅长。 地震发生后，我们马上启用了1级响应预案，发射车辆、保障车辆、转移车辆全部撤离待机库，并进行伪装前往备用库。整体待机库受损，目前正在评估，受伤1人现已脱离危险。目前正在进行风水电线路检查，发现受损3处，其中风洞2处、水路1处，电力尚无危险报告。报告完毕。我也是刚拿到国家地震台网的报告，这次潜源性的地震是2年前山体滑坡的延期爆发。你们看，2年前这里出现了非常微位移，在过去的几百年中，这里都是平静之地，这也是建造待机库的重要条件。你们看这张图，震中以北200公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2块地壳板块一直处在相互挤压的状态，积蓄了大量的能量，2个板块挤压释放，就造成了潜源性地震。虽然震级只有5.5级，但是震源轻，破坏力大，而且极有可能带来6.0级以上的余震。你们看，地壳位移之后，新的挤压带产生了，随时可能爆发隐患。我可以告诉大家，2年前山体滑坡之后，就进行了大规模的居民迁移，并且将这里改成火箭军的演习场，而且不断地加大演习频率。这说明什么？说明这里已经不再适合人类居住。旅长，我可以这么理解吗？2年前的那场山体滑坡，已经让各位高层领导前瞻性地决定了放弃这个阵地，而改为演习场。这2年，我们在这个阵地投入的人力物力都非常的大。与其说这2年我们一直在进行加固演练，倒不如说我们一直在为这一天的到来而做准备。可以这么说。当然，除非这里发生更大的地质灾害，否则也不会轻易地放弃这里。毕竟不能因噎废食，杞人忧天。所以，第一，要确保人身和装备的安全；第二，要确保阵地和设施的安全。在新的板块没有发生位移之前，这里仍旧是战人连的阵地。人在，阵地在；人在，装备在。
社主，要不咱们去指挥大厅，到那儿再说。我们还是原地待命比较好。师傅，现在有任务没有？没有，工作大。是。师傅啊，你说这排风扇的外沿都是山壁，这水是从哪儿来的？是啊，我也琢磨呢，这水从哪儿来的呢？还有这个，这草能说明什么？这个草啊，就在河谷边上，它才能生长。这怎么会跑到代机库里来了呢？河谷啊，您是说277区域那个干涸的小峡谷啊？是。排风道下面的山壁，应该就是河谷的延伸地带。你看看，没错，碎石是塌方堆积的，水是从上游来的。师傅，你说的没错，这草啊就是从河谷冲刷过来的。是。王显民班长，王显民班长。王显民在，王显民在。班长，我是欧阳俊，现在接管无人机侦察。我已经收到了无人机传回来的画面，现在277区、279区出现了大量山体滑坡和地震造成的地下水位急速上涨。你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地下就是出渗水点，我们必须尽快采取措施，堵住所有通风管道，确保水流不会继续倒灌。王显民明白，漏电的问题解决没有？目前还没有，应该是地下管线的问题。收到，我马上回去，等着我。是。连长，所有通风管道必须马上堵住，如果水流倒灌就麻烦了。这是我的方案，你看一下。王显民呢？还在山上看场。欧阳俊，走。从现在起，你别编入应急分队，马上集合，提前回去准备。是。去吧。能把测电笔发光奶管瞬间给烧坏了，肯定是500伏以上的电压，那肯定是高压电线出现问题了。可是这电线都埋在地下呀，这要是修起来啊，那代机库都得停机。那备用线路呢？无法满足峰值供电啊！这万一啊，我是说万一啊，万一要是有任务了，全瞎米了。那设计的时候没想到吗？想到了，他不是。算了，这个不能说。师傅，您是说树井的事儿吧？谁跟你说的？呼叫大龙，呼叫大龙。这是龙宫，我是齐峰亲家。大龙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不太好，有点偏，正在矫正。偏多少？不到1度。多长时间能够让大龙恢复正常？快的话10几个小时，慢了的话，如果地基出了问题，就说不准了。这样啊，12小时，我给你12小时，确保大龙能够出动。什么？不是吧？大龙要出动？执行吧。这个臭小子，升官了，脾气可长了。什么时候的事儿10分钟前。接任过命令了吗？总部说，本来这枚弹加注燃料已经4年，即便没有这次地震，也到了必须要发射的时候。本来打算的是执行总领动任务结束之后就发射，但是现在为了确保装备的安全，
和不必要的牺牲，因此提前发生。我刚从正二连赶回来，那边待机库也忙翻天了。这个时候出了这么大的任务，目标地点标注给我看。是。这儿。来不及了，到了，立正！同志们，时间紧迫，突发情况，否则我们也不会公布我们保守了这么多年的秘密。接下来，你们将看到的是270旅的最高机密，也是我们国家的最高机密。我提3点要求：一，只看不说；2，只做不问；3，以命相挺。假如今天我们能够活着离开这里，今天所有发生的事情，这辈子你给我放在肚子里，听明白了吗？明白。打开龙宫大门。是。确保吊装之前不会产生任何偏差。别管拍，走！抓紧抢修供水电。是。卫生员，马上和旅卫生队进行对接，确保随时救援。是。同志们，这是我们的国宝，人在，导弹就在，听见了没有？是。明白了吗？出发！准备向左干，向左。你们2个跟我到作战指挥室，有新的任务。是。首长同志，下属望军带到。人到齐了，那我们长话短说吧。大屏幕上显示的是发射竖井的受损示意图。根据受损的情况判定，这次地表烈度不再加大的情况下，可以维持24个小时不偏斜。刚才我也跟基地的领导确认了一下，发射任务不变，明天上午10时30分准时发射。这次的受损情况，基地的意见是对加注燃料的弹体不适合吊装离开竖井。这不符合战标。一旦发生了地震，地面吊装的车辆也会牵扯到被吊装的弹体。简单的说，原来只是摇头，一旦发生地震之后，就变成了摆尾。所以说，我们只能抓大放小，确保发射。同志们，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万无选择。此时我们必须放手一搏。我们现在是腹背受敌，大自然这个敌人，从来不按常理去出牌。我们现在是树井受损，待机库也受损，这条裂缝纵深处最深的地方到了9米。9米什么概念？再往下一点儿，我们的电缆和光缆将会全部撕裂。作为参谋长，我希望你们此时此刻打起12万分的精神来，拿出你们的信心、专业，特别是勇气。无论发射当中出现什么情况，一定要确保这枚导弹在树井里边不发生任何问题。接下来，我要强调重要任务。第一，要尽快的恢复待机库的秩序，确保准点发射。第二，执行动6动任务小分队，必须马上出发，要确保安全到达。开始安全系数校对。哎，不是，能不能少点在那玩？哎呀，现在对时，倒计时10个小时整，没有问题吧？报告，我还没任务。报告，我们俩都没任务。好，那你们俩留下来，其他人回归站位。是。你们俩没有得到正式岗位的任命，所以我就给你们俩一个非常严峻的任务。你们看，熟悉吗？这是你们在学校和工业部门学习的型号。这次任务就是要检验此类型的武器在极端的条件下的生存和反击能力。我相信这次任务对你们俩来说一定是了如指掌。所以，我就交给你们俩带队去。报告，什么时候？1个小时以后出发。可现在我们正在抢修待机库，这么多事儿，打起仗来事儿还叫事儿吗？嗯。所有的命令我都可以执行，但是在我看来，定型是个大事儿，可是抢修更是个大事儿。更何况，你不是一直梦想着把新型的东风导弹亲手送上太空吗？现在机会来了。你在学院学的也是这个专业，还专门研修了这个型号，所以旅长和我的意见就是坚决执行基地的命令。你们把新型的装备开出阵中，也是另一种形式的保护国家财产和作战装备。大部队正在向这里集结，人手足够用。你们俩要做的就是要完成好这次的定型测试。测试地点1411测试阵地。1411，334接管的测试场。对，你们俩快去准备吧。其他的人员和车辆都已经安排好了。是，保证完成任务。你们俩回去跟张彦兵说好，战备任务不要有停顿，听见没有？是，快去吧。林总，哎，怎么样了？大帮手来了。哎，怎么样？真没想到，咱们待机库居然有那么神秘的大杀器。你要是能想到，就不叫火箭军了。哎，欧阳俊和夏卓呢？来待机库就见了他俩一面，不知道干嘛去了。哎呀，刚接到连指通报，他们可是领了大任务。他和欧阳俊呀，去这个动6动极限装备测试去了。我天，跟极限能挂上钩的，这任务肯定小不了啊！就干好自己的活吧，啊，快！
走，快快！水下，快跟我走！不行，呼叫中控，呼叫中控，冷凝塔门禁失效，冷凝塔门禁失效。王显民，王显民在，立刻赶到 A1区，立刻赶到 A1区。是。这边更要命。水下，你去 A1那边处理一下。可这边两头都不能耽误。快去吧，这是我班长的。快去吧。行啊，我要到，全过。来，1、2、3，来，1、2、3，换救援服，走风道，快是。停电了啊！怎么回事？这怎么了？停电了！报告，没有电源启动后5分钟过载。报告，冷凝塔温度过高，需要紧急停机。报告，待机库氧气含量下降率过快。报告，竖井及附属区域电力尚未恢复。安静！这是怎么了？不好，压缩器声音不对。坚守站位，我去看看，等我回来。我是吕征，我命令关闭1洞1、1洞2、1洞8、1洞沟路线路总成，启用小型备用发电机，打开垂直风洞，随时做好人员的疏散准备，检查单兵氧气瓶、液湿仪等野外生存装备，把所有的空调都关了，打开氧气喷射机，为待机库供电。降温的依次顺序为：燃料库、弹头库、计算机、冷凝总控总成。吕科长，主透风管道严重受损，出现深度裂痕。情况怎么样？撤离！是。看着没有？这上面就是冷凝控制室。这没办法，这要绝对程度啊！不行，冷凝已经泄露了，而且害氧力极低，这要是上去，会出人命的。哎，班长，我上，传过来。臭小子，毛都没长齐呢，跟我抢！班长，上面危险，我上！上！快！王志民，我是中尉欧阳俊，看好了，我是1级军师长。1级军长走吧，1级军长不是兵吗？王志民，在这待着我上，我跟你说吧。走开！你滚！弟兄们，什么必须到这儿！快到这儿！快！快！放心！快！江里裂缝越来越深，随时都有坍塌的可能。电呢？停了。